星座咩嚟㗎？都唔準嘅。明明幾個 friend 都係白羊座，一個就好玻璃心咁成日要人氹，一個就自由奔放冇腳嘅雀仔咁樣，有一個咧好似神神秘秘又多疑，且又話白羊座直率同埋小朋友性格嘅。其實佢哋全部都可以係白羊座，不過佢哋嘅月亮星座可能完全唔同。如果全部都係白羊座，但係佢係巨蟹月亮呢，外表可能好直接，好有衝勁，但係內心其實好需要安全感，好驚唔俾人重視。如果係月亮射手座，佢可能更加需要自由，比起一般白羊座更加需要空間同新鮮感添。一有壓力佢就會想出去唞氣，就唔見咗人。跟住就係月亮天蠍座，可能佢個樣就係白羊座嘅爽快，但係內心好深沉，好敏感，未必輕信他人。所以的確星座就咁講係唔準㗎，因為太片面。如果講內心情緒，就係睇月亮星座，講你內心真正需要啲乜嘢，你咁樣先至得到安全感。同埋當你情緒嚟嘅時候，最自然係點樣反應。就算係同一個星座，月亮星座都可以完全唔一樣㗎。想真正了解自己，可以先由太陽、月亮、上升開始。有時間可以睇下我哋 Triplicity Astrology 嘅占星學院，學下睇月亮星座啦。